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七八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高雄报名的时阵，发生2名民众听青红灯说放开车开枪吊伤意外。另外，台南也有民众食酒醉要开车弄警察，警方开14枪压制。因暗天顶有2大天文机关，就是红色月娘，还有月娘甲天龙星砍掉，后回体看到要等到4000多年。美国其中选举在过七八开始，目前预测共和党可能会即将众议院，因那参议院结果要等到12月左右。高雄大寮伫一个报名的时阵，发生一枪案，有2台伫单车顶的轿车，这车顶才拄起步无偌久尔，就去互人开枪，尚无开15枪。2个驾驶，一个是去互弹到这暗棍后壁，另外一个是骹着枪。2个受伤的驾驶是互相无熟悉，不过因英国拢有犯案的记录。警方也当咧调查监视器画面录3台犯罪轿车，目前嫌犯是还未抓到。白色 BMW 轿车开到快速道路下骹，雄雄减速，弄到电报条，因为驾驶着枪啊。高雄大寮8号半暝无平静，2台白色轿车做伙停红灯了，拄啊起步就互开枪，2台车总共互开至少15枪，造成2名驾驶分别颔棍啊甲骹着枪。3点59分，bang bang bang， 我想4个。他是有听到枪声啊，我没听到，然后他叫我起来看。清洁人员一透早就到现场清理血迹，边仔电报条互受害车辆弄甲歪去，附近徛个白铁的大门嘛，互拍出一个孔，互居民真惊吓。警方调监视画面了，确认有3台深色的轿车做伙作案，由第1台车副驾驶开枪，目前等咧追查当中。第一步的那个侯姓的被害的 BMW 这个先在驾驶座这边先遭开枪，那被开了4枪。车身的弹孔有4发，那第2步，翁姓的这被害人，车身有11处弹孔的状况，他是脚部受伤，有11发。根据警方了解，受害驾驶互相无熟悉，但2个人拢有前科，到底是因为债务顶纠纷互开枪，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嫌犯的目标阁是2个人当中的第一个，警方在厘清当中。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伫咧8月底，才伫咧台南发生抬警察的事件尔。今仔透早4点外，又搁这食酒的民众失控。一开始，伊是先拍伊的女朋友，警方去到现场了后，这个嫌犯竟然驶车要弄警察，落尾搁举刀啊要扑警察。警方是连开14枪甲警告，落尾是用警棍甲这嫌犯手头的刀啊砍落去，才甲这嫌犯压制掉的。目前这个嫌犯也移送地检署侦办。支援警力也伫路上对讲机迄边已经传来枪声，到现场就看到一名被杀查甫人举刀掠警员，就算跋倒，搁差一点仔，互警车弄到，也无停落来。台南8月才发生杀警案，警方毋敢待机，赶紧落车，连开几下枪，都大声喊警告。代志发生伫七八透早4点外，台南新华的中山路，查某人因为酒醉伫路边对女朋友家暴，警方就报告场，想要告查某人先开车冲撞，造成警员倒空换受伤，随后搁举刀溜咧扑。当下看到他拿西瓜刀，生命有受到威胁，所以你就马上怎样？对，那就马上那个拿枪。随后赶到了同仁，亦立即持辣椒水喷向嫌犯，并合力将嫌犯制服。当警仔拍到查甫人的刀了后，警方赶紧将伊制服。不过，这件杀警事件，所以毋但是受伤的警员，嫌犯开车冲浪的时阵，也弄害加油站的花圃甲停伫边的车，维修就要开10几万。伊酒驾伊无赔，赔也无得赔啊。并且这个单弄这个伊也无要赔个，啊家己。专案调查了后，以妨害公务、伤害毁损、公共危险酒驾、家暴、加妨害自由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将会继续清查嫌犯，敢是有另外涉及其他刑案。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发生这找头路诈骗案，说致死人命事件，警方继续伫咧追查，一直录到屏东的恒春，逮到一个姓陈的主嫌。另外，这主嫌有3个人，另外也掠到3个卡猫仔。目前这专案有28个人掠来调查，救出受害者58个，而且这寡受害者安怎去互人凌迟苦度的这画面，今仔日也拢见光啊！
几60人客伫细间房间，看起来真无精神，手甲脚好亲像互人限制行动，也有人目睭互人往起来。这段伫网络公开影片，警方证实都是进前伫淡水查到的求职诈骗案，嫌犯加紧求职者的据点，那是不是共党翕起来回报状况，爱个追查。一个上这一台，来，这台钥匙。警方为民诉带一对查甫出来，伊就是外号龙虾的信徒嫌犯，甲伊姓廖的女朋友。信徒嫌犯甲进前互新北警方查到，外号地档的姓陈嫌犯，拢是即个加紧求职诈骗民众的诈骗集团，同款拢是干部。即个好亲像马先密起来，去互警方抓到。他可能知道我们早晚会查到他，所以开始就等于是逃亡了。逃亡就跑到南部去嘛。或许他是等风头过后，如果没查到他再回来。即届伫南部民诉收网以外，另外还有3个共党的掠教案，累计已经查到28个嫌犯。即届台办干部制求职诈骗案件，新北警方分别伫新北淡水、桃园中立查到加紧据点，目前拢总救58人出来，不过有3个受害者互人虐待致死死亡，因为警方扩大查缉，集团成员四界走。即届伫屏东恒春的民宿掠到人，外团信徒的嫌犯好亲像是要偷渡去菲律宾。这里偷渡敢有方便？偷渡靠要方便不方便呢？很单纯啊，对啊，很单纯啊哈。对啊。所以没有想到说会有这种，没想到。警方表示，目前并无迹象显示信徒嫌犯想要偷渡出海，不过原来会会动海巡单位加强查缉防范，并持续向源头追查，看是毋是有幕后主嫌。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选举的新闻，无党籍的苗栗县长候选人蒋东锦，甲农地变做是沙石仔山的争议，即马是继续伫咧冤。民进党立委今仔日去到台北地检署，告蒋东锦涉嫌违反甲这区域计划法，而且还有这个苗栗县长徐耀昌有贪污治罪条例暗号道理的嫌疑。县政府表示一切是合法，而且会当配合调查。去台北地检署市庭，民进党立委洪新汉、甲新发会，各无党籍苗栗县长候选人郑东锦，甲苗栗县长徐耀昌，因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初7去苗栗考察，直接去郑东锦持有的一块农牧用地会勘，发现已经规个变做是沙石山，认为涉嫌违反区域计划法。因为苗栗县长徐耀昌涉嫌有贪污治罪条例、包庇道理的嫌疑。中警议长已经违反区域计划法的21条、22条，苗栗县的县长徐耀昌，他包庇，他明明有法规在手上，但却刻意的不去使用，其实是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两个人提出6年来违称的空翕图，讲这块农牧用地10几年来面积一直扩大，最后变做沙石仔山。不过，县府11年来，敢若采罚91万，完全无虾米作用。当地居民受到营养、空气污染、甲水的污染，是真困扰。蒋东锦竞选总部表示，蒋东锦敢若有土地持分的5分之，而且完全无参与经营，民进党是完全揾唔到对象。议长钟东锦只是把土地租给砂石场，完全没有参与经营。而且地主有5位，议长只是持分1/5。根据法规，违反土地使用需要罚的是行为人，不是地主。民进党立委搞错对象。蒋东锦沙石仔场的争议一直在拖，立院提出诉讼结果，希望检方赶紧调查。因为苗栗县府表示，一切依法行政，若有需要会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搁再剩18天，就要进行这9合1选举咯。民进党北北基桃的市长候选人早起做伙召开记者会，讲要做伙来推出一个月1200块的首都交通月票证件。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就讲，伊早就类似这个方案啊。另外，这黄珊珊也批评讲，进前台北市推出1280块的月票，中央无补助，即马立赢一个证件一杀出来，一年就要增加35亿预算，敢是中央要来补助咧？也是讲这地方政府就爱家己出钱，房车拢爱讲清楚。每月1200，北北基桃我都行。户口号展现团结的气势，剩18天就是9合1的选举。立赢北北基桃市长候选人举办共同证件记者会，宣布要推动每个月1200块首都通交通月票。除了双北捷运以外，嘛包括国道客运、台铁、机场捷运、公共自行车等等的交通运具。
中央的一个政策目标，节能省碳是它的目标。那区域的联合生活圈的更便利性，这也是中央的目标。在符合中央目标之下提出来的治理计划，当然中央在财政上会给我们一定的协助。北北基桃首都通交通月票下用的范围，为原本城北捷运1280块的月票，扩大到基隆市、桃园市等等的县市，按照每一年爱增加35亿的预算。针对绿营推出这个政策，那边嘛有做出回应。多元方案还有扩大这样子的方案哦，其实我很早就提出来。那我想这个部分民进党他们愿意拿枪申办，我们也表示这就是一个好的政策。还是就是因为台北市不是民进党执政，所以你要选举了才跑出来关心这件事情。那台北市在推1280的时候，中央有补助过任何1块钱吗？黄珊珊嘛进一步提出质疑，每个月1200块首都通交通月票，估计每一年增加35亿的预算，是由中央补助还是地方政府来负担？强调到目前为止，台北市拢是用天管基金来补助，而且已经真侪年啊。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4935个本土病例，死亡个案有15例。也因为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指挥中心也讲，接落来可能会当互外边挂嘴暗路。也若9合1大选11月26日要投票，指挥中心也强调，并无规划把这确诊者的名单互中选会。不过，确诊者伫咧隔离期间逃走出去，是会当依法关2年以下，或者是上侪罚到200万。9合1大选投票剩较无3礼拜，虽然中选会规定新冠肺炎确诊者未使出外投票，不过各县市做法无同，传出有部分县市要求提供确诊者隔离名单予投票所，避免确诊者来领票，这原来引起外界议论。对这代志，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并无规划甲确诊名单予中选会。若做有确诊者违反规定出外，有危害别人的义务，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还是新台票20万以上200万以下罚金。每个礼拜，那应该是以5+N 的方式来做处理哈，所以如果还在5天的居家照护期间，那请民众遵循这个传染病防治法，依照规定是不得外出。新冠本土持续降温，指挥中心为这个月7开始分做2阶段放零防疫措施。外界关心肺炎令什么时阵放零？指挥中心是讲当地收集资料，并表示世卫组织 WHO 建议，互我唔免强制挂嘴暗，台湾也有可能同款。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就是说，可以考虑，就是说在室外、户外的部分，是不需要强制戴口罩，但是还是都建议，就是说在室内或者是人潮拥挤的场所来戴口罩。在新冠本土疫情方面，初8拜日新增加24935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33例，死亡有15例。从5月11日以来，让181天单日死亡病例的新低。中户感染人数累计有6.5万多人，差不多占全国统计3%。但是指挥官王必胜拜日半暝，雄雄伫面册公布高端疫苗 EUA 14个审查委员的背景。指挥中心是讲，这是要让大家知影，确实有这个专家。并不是卫福部家己讲的准算。记者综合报道。警察大学校长陈德文去向亚讲5年前捌甲乌道去交派出所，虽然伊本人强调是去收集情报，不过警政署长黄明昭起来表示，陈德文无事先报备，事后也无交报告，接落来会甲送到内政部看敢是要甲处罚。陈德文表示，专案由警方处调查，无要加讲什么。警大校长陈德文5年前的影片，互人抄出来，也是警政委员的伊有去私人交泰所甲乌道食饭。伊第一时间坦白承认，强调当初是为了收集情报资料才会到场。不过警政署内部调查了后，初8证实陈德文事先事后拢无合备。经过警政署杜阿是将历次的一个报备的情形的名单检视是没有报备的资料，也没有事后报告接触内容的资料。警察因为公务需求接触亲像乌道这种特定对象，警政署长黄明昭是讲，依照规定，除了爱事先报备，事后嘛爱提交报告。不过伫听书陈德文无合备记录，是不是会处罚？黄明昭是讲，相关内容爱搁进一步调查，最后由内政部来决定。警政署的，如果他们有详细的资料，
当然就要提供给内政部的政风处嘛，然后再做一个完整调查。内政部是讲，目前政风处当地这个铁查，后续原来同齐检视警政署的调查结果，再做处理。不过陈德文离退休敢若剩1年外，即马煞出现检举风波，伊也回应专案当地调查无方便加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内南港呢，有一间幼稚园传出涉嫌苦毒囡仔情形，有家长指控讲，这老师会甲囡仔扇嘴皮，过一个老师甲2岁半的囡仔掠电脑头安尼掠起来，佮甲囡仔摔伫涂骹，即马教育局也要调查咯。掠着这2岁半的囡仔的阿妈棍用力往后壁揪，佮掠着双脚倒头栽，囡仔一直哭，摄影老师毋若是无插，也将囡仔等伫地板就离开。台北市南港有一间幼儿园，互家长指控涉嫌虐童。他就让他在那里哭，万一小朋友掉下来，可能就是摔到脑或是颈椎，然后之后就看到后面刚才影片的事情，这样。隔天早上我就去学校调监视器，想要了解说为什么孩子会受伤。他看到我儿子受伤了，他连问都没有问，就把他抓去旁边打了他4、5下，再把他的手举高，叫他去旁边罚站。原来涉嫌虐童的也毋若是只有一位老师，代志会见光是姓崔的家长伫10月底先发现囡仔的面、阿妈棍、甲胸坎拢有伤，调查监视器了后，才发现囡仔是互姓卢的老师扇几下嘴皮，也发现有其他的学生疑似互不当管教。不好意思，身为老师，我做错不好示范。抱下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先去抱他的脖子，然后再用这只手去抓他的2只脚，可是影片出来的就是我还好，我是2只手。去防指控的幼儿园有其他家长讲，若讲是家己的囡仔互安尼对待，会真艰苦。北市教育局也已经介入调查。我们不是当下的家长，所以我们也不太晓得是怎么样。如果是自己这样，我们当然会很气愤。如果在调查确认之后属于情节重大，依照我们台北市的统一裁罚基准是不排除停招、减招、停招、停办，最后甚至会废止许可证明。教育局讲，若调查确实2名老师有不当管教，会登录伫无色情教师资讯系统。另外，因为现场有真侪囡仔看到司法经过，车北会有团体进驻幼儿园，帮助幼童心理辅导，也会释出其他准公托幼儿园名单，提供家长和囡仔转到其他幼儿园。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邮便师5年前，伊骑奥多摆经过台北市某一个上车路口的时阵，却因为这3项的青红灯拢是青灯，害伊呢去互车弄到，致使腰脊骨受伤，要讨国赔。法院车赔宣判爱赔人133万。台北市交工处表示，目前还未收到这法院的判决书，会看这内容来讨论。一个姓李的邮便师，2017年骑奥多摆送货的时阵，经过安和路2段171巷，要下过敦化南路2段的时阵，青红灯煞故障。根据迄当阵录影的画面显示，路口的3边拢是青灯，致使伊去有一只车为倒边弄落，腰脊骨全安尼受伤。因为烦恼影响生活的能力等等，所以提告请求国赔。法院车赔判决，会甲赔偿133万元确定。那他从那个安和南路2段171巷，其实车速相对应该说是蛮快，没有在注意那个车前状况。但是因为号志故障的话，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法院的那个判决书，那会是收到这个判决书之后再办理后续。针对号志故障的部分，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嘛提出改善的做法。包括交通号志定期巡查，还有提高台北市主要车路警察巡逻比率。我们号志除了每4个月有定期的巡查之外，那1999接获故障的时候也会通报我们。那我们处理的原则就是会即报即修。另外本府也有成立那个交通顺畅小组，对，那远警也会加强通报我们故障的部分。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嘛提醒民众，交通号志是电子产品，加减了是会故障，赛车骑车都要注意青红灯运作的情形，而且配合警察的指挥，嘛爱提高警觉，确保行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初八，也就是美国的期中选举投票日，会改选总议员425席，另外还有35席的参议员，甲36位的州长。今年提早投票人数已经超过4200万人咯。上紧伫台湾时间初9早起，就当看到倒一党较占赢面。目前预测共和党有真好的机会。若这参议院的部分是倒一党占优势的，可能要等到12月才较清楚。美国即摆期中选举将改选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总议员全体425席，36位州长甲真侪地方官员。目前两党伫国会差距真细，共和党只需要伫参议院加提1席，众议院加提5席，就会当取得两院多数。因为历年期中选举拢对执政党较不利，共和党比拼两院过半，互拜登总统特别摆卡可能性并无低。专家表示，若讲投票为台湾时间初9早起8点起的第一波计票，共和党先伫维吉尼亚州甲北卡等激战州取胜。到台湾时间中昼左右，中西部选票也取得有够优势，真紧就会当判断共和党赢面大。毋过，若讲伊伫开国生活10外的众议院激战区，拢也定现调着，将议会结果可能要拖几工才会定论。就是因为每一个州对邮寄选票有无共的计票方式，加州、内华达州甲华盛顿等几个州会以选举日邮错为最后上假日，部分选票可能晚几工才收到个统计。另外，今年提前投票比4年前更加踊跃，4200万人已经提前投票，包括佛州、北卡等州。稳准伫投票日进前，先将选票拆开放伫投票机。加紧计票，宾州、威斯康星等其他的州是爱伫投票日迄天才会当拆开，因为民主党人提前投票比例比共和党人较悬，所以先计算邮寄选票的州开票初期，将会出现民主党大大领先的幻想，互叫做拿下幻想。但投票日实际投日，共和党人较侪的选票也计算进去，才会回归现实。先计算初八迄天的选票，才计算邮寄选票的州，会出现共和党大大领先的红色幻想。那参议院属于什么人，可能要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会当知影。关键关键可能是宾州、亚利桑那州甲乔治亚3个激战州。乔治亚州若讲无候选人摕到过半选票，也将伫12月初6举行第2轮选票，可能安尼牵动参议院控制权的上尾归属。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讲到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是10个月过了，美国媒体也指出讲，这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有甲罗西亚政府高层接触，希望这战争的冲突唔通再变大，双方上好会当和平谈判。苏利文伫美东时间初7也证实讲，确实是有这代志。另外，也有媒体报道讲，这白宫目前是无要求乌克兰要赶紧甲罗西亚谈判，上无爱有这愿意来当面来讲部分。帕特鲁舍夫甲乌夏科夫2个人拢长期参与俄罗斯国安甲外交团队其中，乌夏科夫也担任过10年的驻美大使，加做美国之间重要的沟通窗口。美国《华尔街日報》11月初6的报道头一摆讲到，两国外交甲国安高层继续进行沟通，主要的目的是避免乌克兰冲突情势扩大。I do believe that maintaining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also believe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every country who is affected by this conflict. 不过，美国也强调，目前沟通的目的只是为着保持接触，无伫随爱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另外，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也报道指出，北京目前无着急要求乌克兰随甲俄国进行谈判，不过至少爱显出愿意和谈的姿态。那乌克兰要求先将普丁救落台的先决条件，美国也呼吁乌克兰放弃这项要求。另外，美国进行中的期中选举，共和党有国会议员主张，若讲摕到众议院甚至两院的多数，将会削减予乌克兰的援助，予后面分担更加侪的支援材料甲武力。北京对此赶紧出面拍火，强调支持乌克兰是两党的共识。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Ukraine will be unflinching and unwavering. 共和党阵营会有积极的声音，主要是来自 CBS 等媒体报道指出，欧美运往乌克兰的武器只有3成会真正送到前线，其他7成拢唔知去倒位。乌克兰也真侪摆技术美国指派K3官员查核支援资金的实际用途。
也阁有伫北韩技术支援大批武器弹药后，俄罗斯这方面美国认为卫星相片翕到的北韩往俄罗斯的列车，就是运输炮弹等武器，总数达到数百万粒。对此，俄罗斯甲北韩怒火战。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G20 峰会后礼拜会伫咧印尼举行，印尼军方伫初七举办一小型的军演，而且宣布讲峰会期间会派超过18000人巡逻。不过外界上较关心的，就是这罗西亚总统普廷敢会来这参加 G20， 若准会来到，就是罗西亚拍乌克兰了后，头一届含西方国家，也个北约组织一寡国家领袖见着面。整齐列队进场接受教育。印尼军方礼拜一伫巴厘岛第一大城登巴萨举行小型军演，高规格应对后礼拜要举行的20个集团领导人峰会 G20。Jumlah pasukan total 18.030, tetapi ada di situ di dalamnya unsur Polri, unsur institusi lain, sehingga untuk TNI sendiri 14.300-an。G20 伫15到16举行，目前确定有16国领导人会出席。面对各国领袖来访问，印尼派出海陆空三军严加戒备，要确保峰会期间安全无问题。对外界上关心的俄罗斯总统普廷是不是会出席，印尼军方嘛唔知影。Minimal kita sudah komunikasi, termasuk dengan Secret Service-nya Rusia, kita sudah akomodasi segala yang dibutuhkan. Sehingga minimal dari kami ini mendukung penuh. Sehingga keputusan kalau dari Pak Menko Marves tadi bilang, keputusan itu yang jelas bukan disebabkan oleh tidak kooperatifnya kami, tapi kami sangat kooperatif, akomodatif, berusaha untuk menampung apa yang dibutuhkan. 普京是不是出席真互人注意，因为若做伊出席 G20， 这就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了后，俄国总统头一遍甲美国以及北约这些国家领导人做伙伫同一个场合出现。美国讲会伫峰会里捍卫乌克兰，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前表明有普廷就无伊。印尼总统佐科威初七接受访问的时阵讲，伊有强烈的感觉普廷未来参加。克里姆林宫是回应普廷是不是出席 G20， 这礼拜都有答案。公司新闻71000编译。来看这条有影是真含吼，美国有一个警察伫咧追赶一个牙签共恐吓嫌犯的时阵，人是有抓到啊，不过这嫌犯留伫车顶，这台车呢，佮偏偏停伫铁基路顶头。迄当时这火车驶来，警察甲顾家己要逃命尔，所以甲这嫌犯留伫警察车顶头，互火车弄一个带院12天。检察官也依照过失杀人未遂等罪，甲这警察起诉。一台警车停伫铁基路的边仔，一个关警对头前的女驾驶大声喊，叫伊莫反抗。这个20岁女嫌犯冈萨雷斯涉嫌一件道路施加暴力案件，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警方接到通报，讲有驾驶伫开车时阵，叫冈萨雷斯牙签威胁，紧急出动追捕。警方伫一位铁基路附近抓到伊，扣手扣了后，关入警车后座。What's going on, ma'am? What's going on? I'll tell you in a second. Take a seat. So confused. Can I get my cell? I will get your cell phone for you. Take a seat. 甲遮拢无问题，问题是这台警车就停伫铁基路顶，警察才拄甲犯人关入去车内，就听到火车声。我头一个看，一台货物列车就快速驶过来，有关警大声喊紧走，离警车上近的这个真正滑头就走，都甲嫌犯留伫车内。结果警车互列车高速冲撞，冈萨雷斯对警车弄入去附近的草坡内。不过伊真正命真论，虽然脚肌扁仔骨、手骨也甲骹拢骨折，也有大细空喙，带院12天才出院。不过总算活落来。警察这种的做法引起真侪议论。检察官已经伫初七，依照过失杀人未遂、二级袭击罪这罪嫌起诉2个员警。公司新闻71000编译。2022世界杯卡球赛11月20日卡达举行，不过这卡达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同性恋是违法的。进前就风声讲 LGBTQ 族群和女性伫咧卡达遭受人身体或者是言语的侵犯人权。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进前也讲，卡达警方会虐待 LGBTQ 族群。虽然国际卡球总会已经几落届发出声明，无论你的出身背景、宗教、性别、性
正向，每一个人拢欢迎来看比赛。不过，即马所逼出这款的问题 ，LGBTQ 的安全也受到正人关注。提应有卡达大埔各区留的 LGBT 族群的一张海报，用过 LGBT 社会运动家塔切尔。10月下旬，一个人伫卡达国家博物馆外口抗议，警察甲便沙官员向前检查伊的护照甲文件，阻止抗议。不过塔切尔强调，世界杯期间将卡达侵犯人权的行为，互所有人看到真重要。Qatar is a serial human rights abusing regime. It abuses the human rights of LGBT plus people, women, migrant workers, and liberal Qataris. We must not allow Qatar to secure a PR victory in this World Cup season. 总部伫美国的人权观察表示，采访6位 LGBT 的卡达民众，包括4名跨性别女性、1名双性恋女性，甲1名男同性恋者，拢表示，2019年到2022年期间被拘留，各方拍甲站台内的身体甲语言虐待。不过，根据路透报道，1名卡达官员表示，人权观察指控有明确错误信息。伫美国得到政治庇护的卡达同性恋医师纳斯穆罕默德讲，国际卡总几下摆表明，无论出身背景、宗教、性别、性取向还是国籍，每一项拢受欢迎。卡达国王也强调欢迎大家来。不过，其他文化方尊重，不过对伊来讲，欢迎无等于是 LGBT 未是安全的，保证是假。But you have to respect our culture and tradition. It seems like a ticket out for when something goes bad, because you can just deflect the blame to the victim. 纳斯穆罕默德认为，卡达政府未伫比赛期间积极找找甲迫害 LGBT 游客，不过有关提醒，去卡达世界杯的人上爱注意的是自身安全，看完比赛就离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物件一直起价，主计总处公布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2.72%，虽然比顶个月降小可，不过依然是连续10个月超过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而且民生物资 CPI 一直起已经到6.9%咯，是这13年半以来上介悬的数字。价能也起码到4成，也因为这国际原物料的价销又原是真悬，加上这代票又搁落，输入性通货膨胀真明显，民众感受是上介深的。看了真清脆的菜色，配豆皮、卤卵甲菜脯，尾后才搁放一块大大地的卤排骨。这个陪民众行过20年，代替经典的茶客饭包，是真受民众的欢迎。不过因为这个便当客是茶做的，伫考虑成本，还有设计印刷的规划。未来拍算袂阁袂啊！所以我们呼应环保，也支持环保，那也要呼应我们的成本，所以我们后续都推出新系列的便当。主计总处公布10月份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有到2.72%，虽然比顶个月有降淡薄啊，不过也是连续15个月超过2%通货膨胀的警戒线。今年1月至10月，平均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起3.04%。值得注意的是，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 CPI 起的幅度持续扩大到6.9%，创下164个月以来的新高。其中鸡卵是起39.99%，沙拉油甲调理油是起15.46%，胖嘛起8.76%，显示输入性通货膨胀也未完全转和。饲料价格上涨，那使得鸡蛋、大罐鸡蛋还有鸡肉、猪肉的饲养成本仍然居高。沙拉油主要说黄豆嘛。面包成本就比较多，当然主要就是一定会做到面粉跟奶油，受到那个国际原物料居高，还有新台币贬值的影响。另外，财政部公布10月份出口是399亿3000万的美金，年减0.5%，连续2个月负成长。主要出口不好的产品包括塑化、基本金属、工学器材，拢因为需求减少，年减1亿8千万的美金。伫5大市场内底，10月份出口去中国甲香港的金额是147亿2千万的美金，是自20个月以来上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友邦圣克里斯多夫总理德鲁来台湾访问，总统蔡英文用军礼接待。总理德鲁也强调，会替台湾想要加入国际社会，继续来发声。另外，立德宛在台贸易代表处初7正式挂牌运作，台湾会投资超过1000万的欧元，和立德宛的半导体产业合作。
以隆重的军礼欢迎咱加勒比海友邦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总理德鲁来台湾访问，这也是德鲁8月就职了第一遍访问台湾。除了进行双边合作交流的讨论，德鲁也强调会继续帮助台湾加入国际社会。As true friends, the government of St. Kitts and Nevis is always ready to use its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fora to advocate for values and principles which we share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我们两国建交39年来，无论顺境逆境，始终相互扶持，持续在各领域深化合作，有非常丰硕的成果。除了政府将在友邦来台湾访问展现支持，立陶宛伫台湾的贸易代表处也伫咧催切正式宪牌运作。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姚金雄也特别向立陶宛驻台湾代表卢思荣致意，予以祝福。那我们也希望借由彼此的一个深化的合作，能够在疫后的一个经济的复苏以及促进经济成长找到新的蓝图。同时，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也讲，国发会将会对立陶宛科技公司进行第一笔的投资350万欧元。所落来，台湾将会继续投资超过1000万欧元，差不多是代表3亿2千万，进行台湾甲立陶宛半导体产业的合作，增进两国的情谊。记者综合报道。正罕见这红色月娘暗看到天王星的这个天文奇景，伫今仔暗时就当看到咯。这台北市立天文馆也个气象局等单位拢提供线顶直播，对台南当地直播画面显示，对暗头5点9分开始就出现起角咯。这6点16分的时阵，这红色月娘出现；7点到8点的时阵，就会当看到这红色月娘暗看到天王星的奇景。讲到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伊也讲，这大约是暗时9点57分的时阵，月娘才会登到本地光度。不过这过程，这红色月娘挂伫天顶，大约是1点半钟左右。中央气象局也讲，考虑到这气候因素，对台南到新竹较有机会看到红色月娘。啊，那这北基也个宜兰地区，因为规工拢伫落雨，较无机会看到这款的天文奇景。伫今仔暗时会当看到2大天文奇景，一个就是红色月娘，另外就是一个是雨月娘，甲这个天王星砍掉的。而且这天文馆气象局拢有开线顶直播，一届若准是看无到，恐惊要等到西元4000多年啊！大大粒个圆润润红色月娘挂伫天顶，这是人讲红月，或者是黑月月全食。伫七月要暗5点。月娘出来了后，各地拢会当看到这款的天文景象，而且这届拄好搁拄到月娘砸天王星。太阳、地球和月亮连成一直线，地球的阴影遮住了月球的表面，使得月球表面转为暗红色的天象。这个时候，如果月亮又刚好遮掩住一颗行星，我们称之为月掩星的天象，要能够凑在一起，需要地球、月亮、还有天王星以及遥远的太阳这4个才有办法发生。日头光通过地球大气层折射，投射到月球的表面，会让月球呈现出红色。所以有人甲号做是红月，或者是黑月。研究人员指出，月食、月全食，或者是月娘砸行星，平均1年至2年半就看会到。也若月娘砸天王星，相对是较无机会看到。不过月食、月全食，要同一个时间，佮看到月娘砸行星，这个情形就真罕见啊！后一回若要看到月娘砸行星，都要等到4344年啊。红月的这个时间是从6点16分到7点42分，演入的时间是7点5分，桃园以南或者花莲以南那这些地区大概都可以比较容易看到。这届月全食为下晡5点开始，就会当做观测，规个过程是3点钟40分。在暗时7点05分左右，天王星会去月全食炸裂。不过因为天王星在一般的环境之下，用目睭是较好看会到，所以台北市立天文馆、甲气象局等等的单位，嘛拢有同步推出线顶直播，互民众嘛当有机会做回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由民营交通大学的团队今年7月伫屏东旭海成功发射火箭，早起6点74分的时阵呢，这成大的团队也成功发射家己制作火箭。这火箭成功伫天顶崩溃，也完成点火。明年搁再进行第3届试射。
各单位注意，火箭飞行测试。进入最后阶段，规片区域情况。火箭向天顶起飞。初步早起6:47分，成大团队研发的2载式混合火箭伫屏东石海的第2科研火箭发射场成功发射。采取比较低的发射，应该是脱节点火都有成功。那第2节飞行的高度多少，我现在不太确定，目标应该都有达成。详细的数字我回去还要再确定一下。这支6.2公尺长的火箭，伫关键两座架甲受载机器上，为设计到制造，拢是由成大甲台湾团队打造，完全 MIT， 主要是以2019年发射的1500公斤级推力混合火箭为基础，经过3年改良，来验证高空点火甲高空脱节等关键技术。第1载火箭推进13秒了后脱节，第2载火箭初步判定也是由点火推进，也毋过将其尾的飞行高度也是要由团队检验。高度应该没有到预期的高度，空中点火是比一般的困难很多，因为它不像在地面可以抓住火箭的姿态，也不容易保持。真的要发展更大的火箭，那一定是多节的。2载火箭伫国际间并毋是安尼看，也毋过台湾想要伫太空领域继续深化，发展多载火箭有伊的必要性。这支科研火箭原本8月要发射，也毋过团队伫发射进前发现问题，所以重新申请，结果10月佫因为2-3风台来搅局暂停。即马总算伫11月初8发射成功，预计伫明年进行最后的第3摆试射。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讲这19岁以上民众有一半的大腹肚痛是超过标准的，甚至有民众是胸坎那老腿、腹肚那水鬼共款。这 BMI 正常，毋过腰围伤过大，这腰围超过标准的，这是代表讲腹内油伤过侪，是这代谢症候群的高风险族群，容易得到这心血管加糖尿病。30外岁起先生半年前，体重80多公斤，腰围36寸，原本无特别注意，不过因为身边有朋友突然破病，互伊意识到健康的重要，开始健康饮食慢慢瘦落来，加上运动，即马腰围无到28寸，除了外表看起来更较少年，健康状况也变好啊。就身旁朋友啦，对啊，就是也是过胖，然后就忽然就这样倒掉，就这样就去了，对啊，所以就是有一点那个危机感。对啊，想说还瘦下来，对身体的负担比较小。会有差整个精神状态啊，然后体力上也有差，然后看起来人家也说真的年轻很多。国健署调查腰围超标是民众常看的健康问题。19岁以上男性腰围大过90公分35寸，女性大过80公分31寸，都是腰围伤粗，属于代谢症候群和危险群。因为腰围的增加代表内脏脂肪堆积，得到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风险也大大提高。如果有代谢症候群，它可能会增加，比如说6倍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风险，然后可能会有4倍的高血压风险，然后血脂肪异常也可能会比较高，然后心脏中风的风险也是会增加。所以其实代谢症候群就是比较像是一个红绿灯亮黄灯，然后就是提醒我们该注意。即使是你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是正常，但是仍然都有20%的部分是腰围超标的，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国健署表示，随着健康意识非常重视，民众其实拢会注意体重管理，也毋过 BMI 无法度反映内脏脂肪的堆积程度，也毋过腰围该为外观，照着牛测测量知影。呼吁民众会当照着健康饮食甲运动控制，定期测量记录腰围，来避免代谢疾病。记者综合报道。第57届电视金钟奖戏剧类的这个主题歌曲奖，因为进前得奖的作品，方认定不是原创，落配由俗语养成奇迹的插曲《蚵仔面线》得奖，今仔日也会举办颁奖典礼。再次恭喜2位，而且这一次得奖的原因，为颁奖人手头提金钟奖座，第57届电视金钟奖戏剧类主题歌曲奖得主，创作人王福乐团的主唱姚晓明，也甲演唱人林怡拢真欢喜。姚晓明表示，写这首歌的时阵，拄仔是疫情3级警戒，过程特别珍惜。伊感觉蚵仔面线这个食物袂使欠缺。蚵仔面线就是生命中的一个。可能你想吃就可以吃得到，但有一天全世界蚵仔面线都不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情很大条啊。
真的。身为一位歌手，我拿到3金，第一个竟然是金钟奖，真的非常谢谢金钟奖的评审。许常德、良辰吉时，因为这个奖项进前颁予良心结时主题曲《I Promise》，互人发现不是原创，迄种人苦上得，互人铁腕，才该由俗语养成记而插曲画面线。由姚晓明带团的王福乐团成立24年来，真侪届入围金曲奖毋捌得奖。今年姚晓明以作词作曲人身份，先摕到金鹰奖，搁摕到金钟奖。伊讲真正是真大鼓励。你会打个电话给陈老师？我就可能再过一阵子。对，这个奖其实是一件好事啊，我觉得。它可以让那个影视跟那个音乐以后一定会有，因为这个奖有更多新的合作方式出现。姚晓明表示，家己嘛做过评审，知影得奖爱靠运气，会当入围都真困难啊。林怡表示，这首歌真挖进人心，伫录音的时阵都感觉会摇，会想要摕奖金来食好食物。未来我会持续唱好听的歌。记者综合报道。11月26到合一选举当天，有一个公投，就是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的公投。有民间团体邀请艺人作家翕影片宣传，希望大家做伙来关心这18岁公民权的这个议题。民意代表 NGO 学生等等几60个人，吹背伫立法院召开座谈会，发表因对18岁公民权的想法。目前民调指出，40岁到60岁之间的可能处理拄好50几岁的囡仔，对这个修宪尚无支持。是担心不够成熟，担心他们做错决定。可是犯错是人之常情嘛，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应该都投错票，选错人过。那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去尝试去练习呢？这届修宪复决爱965万张同意票才会当通过，欠一张拢袂使进，所以30万的确诊者敢会当投票，就变加真重要。假设真的这30万确诊者不能出来投票的话，那他需不需要从选举人口数去做扣除？因为修宪案它是完全看总选举人口数的一半，所以965万票。那如果这30万人会不会算进去，其实直接影响还蛮大的。林武是嘛表示，若是无法度将确诊者为选举人口扣除，中选会就应该爱想办法，让这个人会当出来投票。另外为着催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嘛邀请导演吴念真、演员林比秀、歌手阿宝等等翕影片来宣传。同意，同意，同意，记得一起投同意。网络上的名人，或是大家在电视上看过的艺人，或者是作家，或者是企业家，大家一起来回忆说，自己18岁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很努力，那也很期待被肯定。那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可以一起加入认同的行列。4大党的党主席拢伫平台顶悬分享这支影片，表示希望互公投同意票冲破1000万。记者林书豪、林木凯台北报道。屏东的大平湾为着要推测观光，最近有开课，要训练带游客骑铁马导览人员。真侪在地观光业者三层来报名，希望会当带民众拿骑铁马来观光。为着要让游客愈了解在地生态美食和故事，屏东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开课训练骑铁马带路的导览人员。目前已经有72位学员摕到毕业证书，以后就当带民众拿骑铁马拿游览路。这些领骑达人，他能够带领游客来吃喝玩乐，里面有些那个文化的部分。艺术的部分，我们都把它涵盖在我们的路线里面。那包括还有生态的一个部分，那这些我们都是透过领骑达人来帮我们引导，也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个解说。导览人员的角色，就是爱发挥内行人带路的功能，带民众去体会在地的好甲水，也请真侪在地业者来报名培训课，希望会当甲游客了解家己的家乡。大概有训练的有72位哈，他们都有拿到那个领骑达人的证书。他有分布在那个民宿业者，甚至有一些学生属请他有兴趣的也都有来参加。那这些都是我们后续整个这边一个环湾自行车道一个领骑的一个生力军呐哈。大平湾管理处期待当甲湿地水在地的好食物和热情的旅宿业者，拢绍介予游客。所以导览人员唔能是讲故事尔，因也当去进行产业的使命，要同齐甲大平湾这个观光品牌做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抗癌协会呢，这第10年邀请癌症病友骑车环岛，这回因用10天的时间，一天是101公里路程完成这个任务。今仔日3位癌症的病友也骑回来到新北市政府了。 30人的车队，看看骑入来到新北市政府的市民广场，骑伫终点站的新北市副市长陈顺经，甲奖牌送给每一个抗癌的生命勇士，肯定因的毅力。癌友廖秀芬讲，运动帮助伊走出人生的黑暗期。我想这里不是我们的终点，这是我们飞越人生困难的，已经飞越困难了，但是我们要迎向另外一个人生的起点。我们战胜了癌细胞。 我们已经突破了离癌的冲击，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健康的活下去。今年是台湾抗癌协会第10档邀请癌症病友骑车环岛，应用10天的时间，一天101公里的路程，完成这个任务。副领队钟清尧讲，一路上大家互相鼓励，用性命去影响性命。我们要告诉那些各个地方的人们，我们就这么健康。我们虽然离癌。 但是我们有这个 mark， 我们一直转，一直踩，一直踩，把癌踩在脚底下。甲癌踏伫脚底，一句话传达出病友对抗癌症面对挑战的决心。台湾抗癌协会鼓励其他病友，明年继续来用脚踏车写历史。记者麦上英曾海文新北报道。 全国语文竞赛今年伫新竹市举办，即马本土语言毋但有正正式演说，这回本土语言的部分要增加本土语文剧场的比赛，咱做伙来看。一年一届全国语文竞赛，12月初特别伫新竹市起鼓，总共吸引2437个选手报名参加。今年为特别提升本土语文教学的生活化，比赛项目特别增加本土语文剧场比赛。 希望学生结合剧场表演，让语文更加趣味。是叫台湾区国语文竞赛，那是为了推展国语。那现在呢，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把我们的本土语言闽南语、客语、原住民族语都列入我们的竞赛项目所以同时也为了要提升我们的多元的语文能力跟我们的学习兴趣。本土语言唔那是台湾人的母语。 更加应该是大家平常时生活内底的语言，要安怎推广母语本土化，先做目前上重要的目标。以文会友一较高下，激发出最好的成绩。最后希望在12月3号、4号的时候，每一个参赛者来到新竹，除了可以得到这个好成绩以外，也希望他们都能够来一个文青之旅细细的品味我们新竹市年轻的古城。主办单位教育部除了希望透过语文竞赛。 让学生对家己的母语更加重视，也打造出更加好的校园本土语文学习环境。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国家语言发展法规定，国内各族群的自然语言拢是国家语言，大家是平悬平大，无应该受到歧视。台东县的大埔乡甲达仁乡呢，即公所争取到原民会补助，重新做有原住民语罗马拼音的招牌，咱做伙来看卖。 台东县大埔乡公所办公厅大门口，顶面下面2个公所的扛棒，拢有2种罗马拼音的双语标识。要不过下面较新的扛棒，罗马拼音读起来怪怪。因为它那个是罗马拼音，所以是刀信嘛。大埔乡公所喜欢正确的读法。大埔乡公所。 大埔乡公所表示，民众会当用家己的罗马拼音读看卖啊，就会读出大埔乡公所。陈小鹏科长讲，这是发展原住民语言的一项计划。大埔乡公所佫是排原族人口密集的地区，所以采用排原语的罗马拼音方式，表示伫乡内各个公部门听写，提醒原住民爱晓讲家己的语言。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原住民乡亲能够就我们的母语部分都能够朗朗上口，甚至都会听说读写。大埔乡未来伫各村办公室也会增加原住民语拼音的扛棒。其实伫上南边的达仁乡公所，各办公厅舍的外口双语扛棒，拢加排原语的罗马拼音。因为台东县除了绿岛乡，其他15个乡镇市拢属于原住民地区。外地民众若讲到台东看到类似原住民语拼音的公共扛棒，唔通叫是骗唔对啊！
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8度到2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